後來，過來是有詐騙集團把這個台東鹿野鄉幾棟的民宿總包起來，做詐騙的機房來騙香港人。至少有74個香港人掉去，互伊騙去。警方長期搜證，衝入去民宿，逮捕9個嫌犯。譬如小組全副武裝，攏門鎖鎖，因為有詐騙集團秘佇咧這一棟民宿內底。警察衝入民宿，甲姓郭主嫌和等9位嫌犯全部逮捕。警察調查姓7個嫌犯、姓王嫌犯為國外轉來台灣了後，和姓郭主嫌遭詐騙集團用狗鞭包台東鹿野鄉規棟民宿做暗號，佇咧房間內底設電信機房，開始跨境詐騙。由第一線機手驚做是電信服務專線，鎖定香港民眾，甲因騙講門號會開發真濟簡訊，涉嫌違反電信相關法律。等到被害者驚到，則個到聯絡公安。甲電話轉互第二線，驚做是公安局人員接來詐騙，攏總差不多74位香港民眾受騙。而且為了湮滅證據，他們每天都會在民宿外焚燒設詐的紙本資料。現場我們一共查扣了40支作案手機、電腦、大批網絡儲值卡以及假公安制服等證物。全案依涉嫌刑法339條詐欺罪、339條知識加重詐欺罪、組織犯罪防治條例等罪嫌，解送台東地檢署偵辦。約2個月左右，本署在這邊呼籲這個旅宿業者對於長租的客人的身份要積極的去過濾，保持這個防詐的警覺性。台東民宿所在抗華清修，壁道閣掛圍攻執法公安機關的標記，互香港民眾丟掉，加在叫警察抓起來，要互因繼續佇咧台灣為非三者。Hello， 我是張新文。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